根据经济部统计，2020年食品业产值高达新台币4727亿，再度创下历史新高。而且今年宅食经济流行，食品业维持成长。面对这波宅食经济的风潮，宏威科技也顺势推出宏威168信息能黑豆纯酿酱油、宏威168信息能 Omega Plus 黄金酪梨油，以及宏威168信息能绿原酸牛樟汁咖啡定一系列产品，将科学结合养生，协助民众伫厝内煮食，买当食甲美味又够健康。宏威能量酱油。168信息能量酱油，这个酱油呢，它是采用黑豆古法酝酿酿造的那还有我们讯息的能量在里面，所以它是有一支唯一一支有那个应该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能量的酱油好，那接下来呢这酱油呢就我们厨房里面呢，它有最必备的2个最重要的油是，除了酱油之外呢，我们还有酪梨油，就是厨房专用的油。那我们这酪梨油呢？它是来自于法国的酪梨油那还有呢，它除了法国酪梨油之外呢，还有添加所谓的那个从美国来自美国的紫苏籽油所以这2种油呢添加进去呢，它会让我们人体的 Omega3、Omega9 的一个摄取量的部分摄取量部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是我们最近要推出的所谓的牛樟汁咖啡定那这咖啡定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在开车的话呢，会有提神的效果然后除了这咖啡定里面还有添加薄荷在这里面。宏威科技集团创办人谢敬新博士表示，随着大家对着食安意识的重视，饮食界也掀起一波健康的风潮。宏威科技新推出的宏威168信息能 Omega Plus 黄金酪梨油，就特别选用法国进口100%天然的酪梨油，以及美国超临界萃取的紫苏籽油，以独家黄金比例调配，并经由宏威科技集团独家开发量子科技信息能技术处理，内底富含 Omega 9、Omega 7以及 Omega 3，而且这个油加热到250度才会起烟。所以，不论是用来凉拌，也或是高温煮食，拢真适合。是在以养生保健厨房开始，为饮食中创造健康。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